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浩明，阿明股份属看福起来。听到时代进步，更加人越来越注重身体的保养。可是过多年开始会询讲，哪个东西对我哋身体有够好？听我哋台湾早期的原住民，一直都更加流失一啲东西叫做凤梨。而比检验出来讲，伊也要营养价值过高，可是伊叫做谷物之王。但是我哋倒来凤梨迄物东西，其实我哋差唔多有糖度，可是我哋唔知伊迄物东西。我哋今日有请到嘅啲来宾，一路有按照凤梨夫人自称的王维明，伊来到我哋现场，伊同人讲，倒来凤梨迄物嘅营养使用，我哋马上就欢迎我哋咧王维明，我哋咧王先生来到我哋现场。主持人好，大家乡亲，大家好，我是三杯类推动类的黄维明，大家喜爱凤梨夫人。因为凤梨我哋爸水灾嘅下都深入灾区，也做那个原住民的食材。那早期呢，原住民朋友送帮我食嘅下我唔知，也个是凤梨。底下嘅多一个像米用嘅东西，都存嘅米、小米用啊煮，就安尼安尼经吃到更加没有10个人年。那也最近。几年前，大家都讲啊，凤梨是一个最好的、最营养的东西。我人提讲啊，我做都是的，都更加才在发扬光大。就安尼，因为安尼个情况，之下我都投入再去人开发各种产品，把凤梨带入中式面食。带入给烘焙做面包，做各种的酿造，各种的点心地杯，分大家吃到口口都会营养，口口都是吃出健康的食物。咁中途都有講講，你當初喺因為爸水災時節，我哋爸水災時節，喺我哋啲原住民嘅部落地方，伊能介紹人哋呀鳳梨啊東西。咁幾時節伊係樣去介紹講，呀種東西係伊哋平常有食嘅東西啊，係樣嘅煮嘅冇？當時伊是從來講，伊哋睇學嘅小米酒嘅，我都想講，哎呀，學小米酒嘅東西一定有特別的功能。幾下我都想講，來帶入各種美食，一定會意想不到嘅好處。但是我有啲問題嚟講，伊哋我哋講小米酒都我哋都熟嘅啦，伊哋未到用熟嘅去焗嘅嚇，咁同嘅鳳梨有乜關係咯？伊那個鳳梨都會像你那個嘅白酒釀的那個酒母一樣，是可以去培育它做出小米酒。所以伊從來講安尼嘅嚇。我都聯想幾多東西，講可以安樣做，我都來學你幾多嘅釀造的那些曲菌鳳梨曲菌跟米曲菌來做我們釀造的鳳梨甜酒釀水果甜酒釀跟鳳梨果香豆腐乳、辣味果香豆腐乳，就這樣一連貫，我都用鳳梨來做實驗，然後慢慢一直。經過做中學學中做呢，都得到一些這些東西，它有特殊的一個發酵的能力。所以安尼之下，我哋原住民部落嘅下都記得克羅比嘅原住民嘅媽媽就會講也個有可以運用嘅，我就一直連貫悟性以悟性就其他的悟性跟其他的悟性就連環扣它，這個悟性扣這個悟性，那個悟性扣這個悟性，結果它擦出很大的火花，讓我的產品就是一樣的呈現出來。那個 Q 米松呢，唔會差，咩冇特別的那個怪嘅米絲，伊都安樣單純的一個食起來像亂用安尼，一粒細粒的安尼感覺。中途都要，咱講，你看你做小米酒嘅時間哈，依然都以跟我哋嘅鳳梨係一種，變成個以促進它發酵嘅一種我哋講
发酵的一种东西啦。对。咁後來你都發現講，其實伊可能真係對我哋做曲一件事情，好，伊係一個重要的角色。或者你就開始用鳳梨，開始做無腔嘅產品嘅東西。咁其實我感覺幾奇怪咧講，咁幾時我感覺到講，其實伊係啲按有營養嘅東西咯。經過幾多嘅實驗出嚟講，因為一個東西，原住民嘅歲數佢松樹，係種奇怪嘅都食個按簡單，因為佢從按松樹我都滿意咧。講嘅吼是實在是幾好嘅一個東西，因為講唔出是乜嘅，故所以我哋就想講按好嘅東西都拿過嚟跟去做研發，然後經過幾多嘅書面資料。比如說屏科大啊，還有我們高雄餐旅大學就按你研究出來都第一講哦，其實按細啲嘅種東西呢，有從牛奶來比呢，伊嘅蛋白質是牛奶呢7倍，鈣質呢7倍，伊菠菜鐵質是菠菜的3倍，個纖維質是地瓜的7倍，它還有多酚。而且它還有人體必需氨基酸8種都含在這個紅藜的這個裡面，所以我都想我按好嘅東西嚟開發出來嘅東西呢，讓消費者口口吃進營養，口口吃進的東西都是健康，這個產品呢是有加分的效果。係因為咱嚟講吼，其實我哋都冇想到講，我冇想到講，伊啲按細細啲，像啥嘅用按油嘅東西，其實伊也會營養成分按過。但是我哋明白看到嘅鳳梨哦，我哋第一件事情嚟講，營養嘅細，因為伊老起就流下來，老起就流下來。有啲我講唔是細啊，可是唔是這樣，我哋感覺又唔放心。像鳳梨啊啲東西，我哋而家買過來，我哋喺市面上看到，我哋買過來。天然我當用嚟處理。你世界下都用苗嘅生苗嘅安尼吼，水龍頭嘅水都冇摕就細安尼用水拉，哦，將伊嘅皂素洗摕，將伊嘅粉塵洗摕，能夠。啲搓嘛？唔是搓，都安尼用水安尼拉都好，然後放落個那個洗米吼，佢放落去，再純米抻下洗。鹽會流出來，純米抻下洗嘅都未流出來，洗就個加洗2擺，就像洗米用2擺，洗好都像煮飯用嘅。都看一斗米都1斗水，吃口油那都1比1.2按用的水下去煮按你煮起來呢，它有很好的那種軟 Q， 它會帶出那個飯更軟 Q 更口實。所以嘅飯加鳳梨以外，以後伊都會變得更軟。錯，所以有人提講營養按好啊，那加多一點，加多都唔好食的哦，會腐哦。東西都剛剛好是最好，太多咩唔好食，都吃起來會苦味，吃起來個嘴味會糊嘅，所以有人唔掂嘅人啊，唔掂用嘅烹調嘅，都不用一大堆落去個嘅按快食按糊嘅東西，唔係食都會腐哦，所以唔掂用嘅煮所以呢，我都幾多嘅因緣機會之下，我都會搞有食鳳梨嘅消費者能夠教養嚟做，冇不用太多營養太多咩冇吸收。那你這個有建議講，譬如講你1克米批到嘅紅梨啊，那個好冇？1克米呢，就是以米的比例來講，就是5比1。5比1。5比1是已經很多了。5比1就很多了。你煮起來嘅飯啊，均勻唔會腐，好食。因為我哋常常看到我哋啲鳳梨露已經係人家講學露狀喺度，學露像翻樣嘅。伊鳳梨本身係樣嘅，伊差不多，伊愛種幾久啊？100日種起來100日，伊都結穗可以收成。加個收成嘅階段裡頭啊，是幾辛苦嘅事情幾多。怎麼人講？伊幾塊樹上係咪？因為伊幾細嘛吼，樹上嘅下呢來曬，因為曬啦，伊會搶伊嘅粉呢，伊幾對男人嘅呼吸道呢，就幾多嘅粉呢，所以所以嘅壓紅面呢，幾用嘅樹上嘅下呢，幾辛苦。因為曬，那人家農委會呢
就因为伊个暗号的东西啊，伊都有发明啦哈，就做机械式的，输过来都不用给用热风炉，水热风干，不是用太阳晒。那热干了之后呢，就直接去壳，嘿，这样子让直接是谷物出来了。那这样子经过这一段的那个努力之后呢，现在是轻松多了。以跟早期在3年前的话是轻松很多了。那真是有机器的天数以后，啊，的事情都变得过偏离的啦。但是伊面个讲啊，平动啊吧，但这边嘛种了几多凤梨。其实凤梨我感觉来讲，伊只是过讲，因为伊嗰种100年底尾无腔，嘅差不多有无腔啊色色。伊迄开始对绿色开始，迄落慢慢变黄色、粉色。一款伊嘛个色，伊有7个颜色：红、橙、黄、绿、蓝、靛、紫。伊没有按多色，没有隆重多粉的哦。真口的来讲吼，伊是有按多色。那色神呢，都从个细细松类呢，甜蜜，给下呢可以兼具迄类个红梨呢，又可以当做个催泪色，来湿啊，用一些那个苦茶油或个橄榄油，然后用一些海盐或者一些的调油。用拌起来，玫瑰或是玫瑰鸳鸯。那伊的生长期，1般人底部呢，伊都会有葵花，好，就是要开始开花结穗。这个部分呢，它是会从绿色慢慢的转出它看是什么颜色。它本身如果是红色，它会从浅红一直慢慢到深红。那只有这个红色，伊都有3个色的，一个深、中、浅。那这个颜色最深的黑红哈，它是属于黑梨，不是黑梨就是外面是壳是黑的，没有，它是深红色，暗红了，这样讲比较暗红，它是五都红啦，五都红，这个是在跟摸起来跟红梨是黑梨，跟黑梨的品质跟营养有够高。当然咯，都有可都像咱人人家的诺贝特是个黑糯米，黑的那个鲜米一样，它是有花青素的。所以人家呢，大家拢健康意识抬头，生活品质的提高。所以人家农友都有混黑梨，纯黑梨香无香。另外是纯粹的无梨啦，无梨安尼来种起来，混个营养价值更高的区分。那普通7种的颜色，它有7种不一样的营养成分，就是不是隆重都是个红梨，7彩颜色混在一起的，摸起来个红梨来煮饭啊，或煮个糯饭啊，煮个其他料理，那个八宝粥啊，跟小米粥，食材同好食。也要营养加上毛够平衡。错。其实冇想到讲啊，第一个凤梨有按到我色身，休息一下哦，等下个凤梨服务我同人讲嗰度，凤梨要用嚟做料理哦。所以呢，节目我哋来宾凤梨服务同人讲，用嚟把凤梨同我哋的米，将它煮成饭。但是我相信讲凤梨嘛有几多可以做料理的方法。我想问下凤梨夫人，将凤梨的方我哋嘛可以做乜嘅切配的料理冇？咱个客家的梅干肉丸子啊，还不用除了不用个咱个泡菜，还有不用红梨，不用落去食起来咧个稀米松，唔会烂，最好食。但是因为我哋感觉到讲凤梨係一種無味頭的東西，但是我哋的梅干扣肉其實味頭幾重呢？quite強烈的味道啦，哈！咁你加入去真係會有冇咁樣嘅效果啊？按樣講吼，跟用個加昆嫩，佢有感覺，唔是咧睇最後啊，它有個叫適度潤樣嘅感覺，所以伊加落去呢是有加分的，是有加分的。食起來呢都第一個階段都食到人哋嘅泡菜嘅梅干菜的香味，第二段有個少用潤的感覺，嘅三麻嘅，第三段你講用安尼組合起來，用唔會打咩米絲，就食到咁樣嘅順口嘅伊個米食，
因为其实我从我哋台湾的原住民嗰度用嘅东西哦，其實我同我哋歡迎呢料理夾下以後吼，會產生出嗰種真係嗰種無共用、無想到嘅味道。像我哋以前可能傳統會用嘅腐椒啦，哦，一定原住民用東西叫做麻膏，結果而家麻膏變我哋呢個料理裡邊嘅時節。你發現講麻膏有嗰種腐椒嘅嗰種香味，但是也俾香味用嚟講啊，又過刺眼，有一種芬芳嘅效果。嗰數同多湯人嚟講，嗰種感覺都要過強誒。個嘅用嚟咪可嫩，那人講嘅空肉特別咪可以用，買到用嚟可老嘅煮嘅保唔綿。佢下我都會隨便嘅，我都會用細條嘅紅梨，都係用落去向下滷、向下燜。佢紅肉起來咩冇共用，你個可嫩。嗰時係咪本身有啲紅梨本身都有按呢個方法，可以變我哋呢酵素嘅問題。有酵素，所以伊煮飯嘅下嘅飯會困難，做啲嘅男人做甜酒釀，它就是有。那個發酵，它不但酵素，它增加那個發酵的這個動作，那個 power 呢，也沒會強。所以我從鳳梨拿來做天然抑菌種，個天然抑菌做出來嘅麵包是營養，一號是有個香氣有冇共用嘅香氣。嗰以除嘅有一種酵素以外，佢是話有一種曲啦，吼曲嘅嗰種發酵嘅嗰種性格。嗰所以剛才發其實係咪講啊？燜排骨嘅時節。其實都是可以用一些，你可以，好，因為可以用啲肉質，跟那個肉，好，不用一個可以磨，唔是用發到按久嘅時間把伊磨。冇差，有，不用嘅紅梨落去呢，你燜啲排骨啊，加啲米絲，雖然伊咪冇幾強嘅米絲，純排骨燜落去，睇食嘅係排骨食嘅食同嘅係嘅紅梨嘅骨粒，其實呢都會有一種我也沒有辦法用言語去解釋出來嘅感覺，就即下去食人哋，嗰種感覺都應該講，因為佢想食唔亂，又佢想有特殊的純肉包，擁有一個貴香嘅一個味道啦，因為有班人買伊蘇講，我哋講飯底我要加紅梨，你發現其實個紅梨，個四紅梨真係都有一種。你講馬唔單止係花香味，佢可以有時一淡淡嘅嗰種醋香味，係都嗰種幾刺眼嘅嗰種味道貼飯底杯。係，所以伊嘅東西像我哋睇做用原住民嘅東西食材有幾多嘅東西呢？我會用，都所以頭先問我嘅麻膏我沒會用，我會用另外嘅辣椒醬嘅，有特殊的一個芬芳。它不但有嘅腐椒嘅香，有一種辣味，但是也個香味嘅層次冇同樣。又還有另外一種嘅芬芳的那個味道，可是有人呢唔夾，安樣米絲佢唔夾，有人就安樣米絲咩鬼好，它有個層次嘅感覺，食起來就講第一個感覺嗰種腐椒，個食落去有一個芬芳，這個芬芳呢，每啥人都可以接受嘅。有啲人講，我實在冇法度接受嘅那種米絲，沒有，因為幾多年幾喜好嘅，像我嘅煙囱，我都有做麻膏，紅梨麻膏煙囱，它麻膏香腸就有特別的一個芬芳，所以我始終做我哋推動嘅後山在地的食材。用種變落去，將我更加有麻膏香腸，洛神香腸，再來一個是蒜，大蒜，再來一個是黑胡椒，就按用冇共用嘅組合起來嘅食起來呢是冇共用。因為我有啲朋友本身都聽中國人專門做我哋嘅綠豆嘅五豬肉，有一班都冇話講，中國人中藥地位啊，我哋除嘅我哋講拍腐椒、無腐椒以外，係咪話要配啲嗰種辣鮮嘅東西可以把味道帶出來？因為想要做嗰種豬排樣嘅嗰種東西。喺度我都提講，其實我有幫我哋去南莊，我哋苗栗嘅南莊，我都看到你哋嘅上天湖嘅片都有啲原住民嚟買麻膏，我都試了一下發現，伊真係用我哋嘅拍腐椒嘅嗰種香味，但是也係香味
层次，伊啊层次无同样，但迄种个吃嗰种粗香味，嗰种粗香味，嗰种我都比一些去试看看，看係咪適合嘅豬排。但是今日也團節目也向我都提講，貴啊提講，萬可以加啲鳳梨，如果表演嘅豬排嘅肉啊，要講嫩哦。係，咁多多我哋咧鳳梨婦人有講一句話講，其實我哋咧鳳梨睇做也係做球嘅時間。有一種發酵，也嗰種發酵力幾強。我相信我哋觀眾朋友嗰種人哋做麵包啦、做餅嘅啦，佢將鳳梨嘅話一樣係去把同我哋咧麵粉配合下係一樣嘅。没做的不用太多，不用太多，没唔合適。東西就是剛剛好是最好。也要先磨成粉末，還是講按你的不用麵粉底部都可以？我睇做是安尼，我是先去煮起來，可是要養。去煮熟了。容易沒講我節目講安尼，講啊都算，有溫度，有溫度的培育，濕度如愛去掌握，希望佢曲唔會發。對啊，我都嚟25度嘅溫度下杯容易啊，3日。如果胖胖落係咪？3日到5日，我是較激用，我都3日都用。我若冇較激用，5日那是泡個體強嘅時間，我都用啊做出來嘅東西食材是冇強用。有嘅粘土啦，而且它是天然的，我冇用就一般的酵母粉哈，我都酵母粉沒天然的去萃取出來的。那我們直接做的那個紅藜意中啊，玫瑰強，我都取熟老麵，我都用老麵來做。都有特別又有一個芬芳的味道，不是說直接這麼用一般的天然酵母下去做的。那我更加都會用嘅意境種，就是紅藜意境種，用那個老麵做出來嘅麵包都冇強用。所以推動我這個我做麵包都預定啦，冇預定我都冇做。我是做預定的，我訂單是做預定的，我冇做起來講擺店嚟俾消費者來買，我冇，可以食完嘅。咁像安尼話，鳳梨這個可以本身可以做豆豉鋪，我都講即係人哋講人哋豆腐魚啊。可以啊，伊都熟啊，熟嘅種啊，那個橘菌種啊。我先係熟嘅，能表個豆腐魚。炒就等你做豆腐一樣啊，一層豆腐，一層嘅曲，安尼炒。因為我是帶推動，推動有鹿芽嘅金鑽鳳梨跟土鳳梨，推動有幾好食嘅香蕉，都從在地嘅鳳梨，從香蕉夾落去做成紅梨果香豆腐乳。等下你來試試看。嗰種豆腐魚裡邊有鳳梨同姜汁哇！真係幾特別嘅，因為冇想到講安尼水果可以變入去。因為我是按用嘅一個想法，鳳梨酵素幾強。我因為冇愛用化學嘅化學嘅地位蘋果酸啊、檸檬酸，我都用鳳梨嘅酸來存豆腐魚。向下削落去，伊個筍伊都會準備豆腐去把它切到它是綿的，它不是硬的。所以我實驗過久，然後實驗出來呢，因為控制個口味、鹹味、甜度，所以選差唔多六七種嘅個鳳梨吼，類試落去有選個姜汁喎，姜汁哪種嘅姜汁來做，那會好食。所以都也按到嘅時間地位，都隆重得用啲嘅開發產品地位。你啊感覺到講，其實花時間幾多，因為你可能到組合用嘅鳳梨，又去搭配用嘅姜汁，又要用豆腐魚地位，真係冇簡單。不同的食材放落去，食起來又不同哦。像個鳳梨有一道好嘅鳳梨，你選對，那選唔對做起嚟嘅甜度、酸度，感覺嘅味是咩會糟蹋。嗰種你做食嘢嘅嗰種精神哈，實在是幾種嘅哈。我有工作狂，我想去隨做出嚟嘅嚇都冇睇想講，應該是按布頭還是半夜，我咪
就是继续的一直去把它做到完成一个工作阶段，那有不用数。就其实按那东西真的对我来说比较最好。错，但是无纯粹是天然亮照，我无比方讲一礼拜做一礼拜都可以吃，我对不对咯？我三张叶，夏天都两个叶，冬天3张叶。那普通我们都得夏天做，好好做，冬天呢都太阳挺热，所以做起来呢都时间就较多，所以我们喜欢提个夏天来做，嗰个其实反而功夫蛮鬼多。对。嗰个其实伊咧好嘅产品，爱提升出来，是他爱发嗰度先啲。其实下我哋香港嘅凤梨fru園賣嗰度嗰幾菜料理哦。反而过来福起来，上台节目我哋凤梨fru園同人講啊，按當啊，哋鳳梨嘅料理，但是唔是咱可以咯，咱用講的，你們以為點咯？可是我哋今日來試這一下，唔是講咯。你要不帶過來嘅東西啊？有啲咧同我哋介紹，我哋一邊用我哋咧鳳梨嘅麵包，我哋鳳梨嘅豆腐乳，還有啲鳳梨嘅辣椒醬，係咪？錯，味噌辣椒醬。咁從嘢度上面，唔知啊，你味怎樣先食？先從個豆腐乳先食。先豆腐乳先食，我哋豆腐乳可以買啲包行嘛？可以買那個麵包行。中途都你講我哋豆腐乳係樣做嘅，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同我哋講一下？豆腐乳都就用個米曲、紅梨米曲跟鳳梨，個香蕉，向下下去米合的。就這樣是講那種的。因為我哋一般的豆腐乳都講我哋用嘅我哋的豆腐啊，哈，然後用我哋的曲啦，我哋嗰種有的豆腐乳會鹹，但是頭我哋的鳳梨fru園都有講到講，底部會有黃梨啦，用咗其實我冇感覺到，佢神奇嘅，食講講得起碼嘅味道。好。有水果味，有水果味，你都冇試到鳳梨，你都是幾個鳳梨嘅，你試過那鳳梨？這個鳳梨味，有一塊係有鳳梨嘅，係。仲有你水果味吧？你真係冇把我哋那個，有時我哋真係會講豆腐乳會有一種會鹹嘅嗰種絲鹹嘅味道，可是唔會嘛？唔會吧？唔會呢，變成係嗰種水果味道，變得會溫和。錯。按樣講啦，以變成這個豆腐乳呢，以歸綿密到不行。像一般的豆腐乳呢，冇咁樣，一般的豆腐乳都硬，有的唔係綿哦，硬的哦，硬的都冇落水啊，失敗去發酵多時間多，失敗去焗到伊都會綿哦。你按你吃落去都這種東西會吃起來的一種綿密感，你進了口呢，就覺得是綿密的，其實好食。嗱，你講奶油啊，白大種嗰種口感，又係麵包嘛怪怪，因為伊邊頭都講又係我哋咧鳳梨菌種係去做嘅麵包，因為麵包都講佢特別都講有一種口感，有一些硬佢紮實的口感，但是又唔係硬哦。係伊食到地方有軟係的。嗰種係咩東西？係咪同我哋咧紅梨本身咧有發酵東西有關係啊？好，因為人家你吃那個麵包是有不用米，沒有不用個那個推動那個蜂奶米不用落去做米麵包，裡面有麵粉，沒有米谷粉，不用落去做誒。因為有些麩質過敏的人，就是可以減少他麩質的過敏。那全部都是米谷粉的話呢，做出來的麵包就會弱了一點。那個水不用。沒有米谷粉，沒有麵粉，你是可以嚟冇咁樣。也同樣其實我談嘅時候都講，因為我哋以前常常都做我哋嘅米麵包時間，都係發酵，幾部分都會出問題，因為本身米冇辦法按好去發酵啦。嗰時候我哋嘅鳳梨fru園都把我哋嘅鳳梨嘅嗰種發酵的嗰種能力，好用落去。哦，咁嗰時變成講，而真生唔出來講，而真係冇有米粉啊呢啲東西喺度。唔係，唔會，因為我見到我哋嚟食我哋嘅辣椒醬。辣椒醬哦，不過是可能都啲，嗰種是放到有一些甜味呢，吼。係啊，咱唔會試下嘛，甜鹹，咱可食，試鹹都冇人嚟食啦。咁因為伊純辣椒嘅放落去啊，吼，都會有安尼嘅感覺，咱唔會特辣，
那也个咱结尾都会用后劲，对，也要拉开始出来的，也没得提最后咱叶片一直后人讲拉出来，但是后劲是朝天桥。伊没像一般的我哋拉走中，如果我哋追都可能滚拉，但是下鱼冇嘛啦，但是也是它吃的是很甜的，但是一吃下去时开始拉米都开始出来。嗰种也甜米，还加糖啊，还是？加糖，加些的糖，去调给它温和一点，让吃的人味唔会味，吃起来人味顺口。係，而且嗰種在食以後，因為像一般的辣就種食好了，一啲辣一啲鹹，如太陽都按你米頭，但是這有啲甜蜜的地方時，你發現辣米推下的時，你嗰種會再吃一擺。錯，你剛才說麵包可以吃，它以後食的哦。係啊，咁種同牛講我哋咪可以做嗰種我哋嘅酒釀，可是一般的酒釀，如果唔愛把伊用紅梨去標填啊，去代替我哋那個米曲下，還是講純米曲藍曲下？伊個純米曲，曲米曲。哦，曲下曲，曲嚟讓接種，啊個糯米飯嘅咩會冰，伊咩會冰，啊曲嘅咩會冰，讓會後勁在發酵當中。我堅持的8天7夜才可以取它。在一個室溫，按你熱的，而家也要曲土那麼個好。錯，伊按你啷個好是，落水都可以免。然後你試看咯，就而家我哋要釀嘅，也係咪我哋介紹過？也係乜嘅？你先試個原味嘅，加邊油片的原味，好。那是講我哋原味哈。有冇？好食。也要酒香味過香，但是也酒香味地方有一種過特別的一種香味，好一種嗰種人哋講熟嘅嗰種味道嘅地方，但是又唔會講嘅酒味，又唔會講過熟，好，然後像我哋有的我哋酒釀真係味道過熟，過強，但是也會嗰種酒香味是會文火嘅酒香味。你說按而家是不黃梨嘅？黃梨嘅係咪？佢特別是講嗰種酒釀你冇買黃梨哦。它是讓你它的後勁比原味更強，有嗎？我本來覺得講加黃梨喺話嗬加水果嘛，要個穩嗬，冇想到因為水果發酵的關係嘛，好，嗰種也要酒香味要夠香誒，比我哋頭當然味其實味道夠香，但是嘅黃梨嘅香味還是這個嘅，它有水果香，你是一塊黃梨剛剛生的。以這些類哈，它煮成那個甜酒粥，黃梨冰落去，使它口齒留香，有冇？是還好食。我講咯，因為我哋客人啊，最好是嗰種滷黃梨醬啦。但是我哋黃梨醬咯，我哋是說起來係鹹嘅，係甜嘅。但是如果有嗰種黃梨嘅嗰種黃梨醬嗰種香味，有種酒香味哈，我哋講滷黃梨嘅嗰種黃梨醬，但是係。唔係鹹嘅，係甜嘅。係甜嘅。嗰其實像我哋料理嘅嘛，一般來講，我哋按樣嘅料理，我都加奶過好啊。哦，加奶都好呢，就煎荷包蛋，酒釀蛋也好食的哦。中央的飲食是就走順嘅傳，一定是酒釀蛋。那午餐的話，我都會用你哋有個一個糖排骨糖咩吼，我都去挖一湯匙。冰落去解拌，冇隆重冰有鹽冇食，我所以是可口味可重嘅，我都要一湯匙，太湯匙，用愛同吼，我都按食，按你又有另外一個口感跟一個那個不一樣的那個感覺。尤其像我哋，譬如講我哋食嗰種油嘅東西，譬如我哋排骨湯嘅時節，其實冰時的話，嗰種排骨湯嗰種油膩感其實會夠少。它還有一個像我們排骨湯放一點酒，我們不要點酒，我們就放我們的酒釀，就氣味都冇咁樣誒。咁人哋而家話我哋提供我哋咧鳳梨酥，你咪要做我哋咧餅噶啦，同埋咧係乜呀？也個是那個紅梨薄餅，彩虹限定版。為什麼我說是彩虹限定版？因為我有4個顏色，所以說我說彩虹。那一個呢就是薑黃，好，黃色的薑黃，那18不是個咖啡，台東的咖啡，台東的咖啡，然後紅色的呢是我們客家本色，紅曲，好。紅曲是我們客家本色，然後綠色微微的綠色那個是9條蔥，也就是說所謂的3星蔥，它還有一個
学名叫做9条葱，它每一个的味道都不一样，让你就是品尝下去，这个没有办法说，就是你品尝的人才有办法去感觉。第一个是姜黄，因为其他贵东西就是姜黄，姜黄可以固味啦，哈，可以保养人身体啊。是讲，它其实姜黄不用来做饼的吧？你试过我来吗？你试过了吗？很脆呢。对，我是红梨啊，我有放红梨。你看它里面有一点一点就有红梨。一般是要烘过久嘛？不是呢，用旋风式的烤箱。都可以做，其实也真係幾陌生嘅。唔會甜嘅，打破傳統都冇甜，於是是把它鹹，吃落去都讓你覺得不會膩。4種口味的話，那是9條蔥。用我人工的三星蔥啦。對，三星你吃吃看，它也是留下你的有沒有蔥的味道？完全都冇香嘅。錯，那個是大紅袍又冇香哦。大紅袍是你吃了試過啦，你從來講嘅感覺是濃嘅。大紅袍，奶奶客家本色的大紅袍，我們把它起一個名字叫做大紅袍。有冇啊？冇咁樣，冇想到就做味道，一風錯味道安尼啦。錯，冇咁樣哈，完全冇咁樣，而且有的嗰度餅嘅呀吼，實在冇咁樣，是放到咁樣。但是其他也上面餅嘅實在是完全都冇咁樣用味道，最賣啲我哋都咖啡嘅係咪？也是口齿留香的咖啡的味道。帶得很清楚，每一個口味都要帶到，也什麼東西去做的，口味都要帶到。嗰種嘢就餅嘅地方全部要加鳳梨。錯，每個都有鳳梨哦，都有鳳梨。中國人今日介紹按到鳳梨，其實係咪鳳梨對米的人都適合咯？有嗰種冇適合嘅人？因為我是安全用量，適當的用量。那當然啦，給腎臟不好的人。當然是不能吃多，什麼東西都也不能吃多，多就不好了。那所以說我們的中國字很有造字哦，口啊，是不是3個口？每一樣東西3口就好，就是3菜都好啦。都唔會太多，用一年都可以。3口都偏的啦，多是都淡的啦。對啊，吃了3口都品嘗，或者那種品嘗都是3口都好。3口你看到很多東西吃下來都一多口的呢，你看到4個口味，你看到都3口，你看到12口的呢，是吧？對啊，那適量都唔怕，都是健康的範圍之內。嗰種鳳梨對嗰種野味冇好嘅人，其實還是要過小心一些食啦，哈。因為冇食多，東西都冇食多，都適量就從煮飯都不用安尼，因為20米22克是安全論據裡頭，什麼人都 OK 的。那去殼的呢，是比較皂素是會比較減到是煮給它有蒸汽沒哈，你都揮發黑的。那沒有去殼的話，就比較會有負擔。可是沒有去殼，它還有就是一些營養的纖維質，是當然是不同。可是我還是建議去殼的會比較理想，也比較不會塞牙縫啦，這個方面過後使用啦。舒適度上來講啦，舒適度來講是去殼的會比較好。其實看今日節目，觀眾朋友係咪發現到講，其實我哋鳳梨真係一個quite天然，嘛係一個quite健康嘅食材。其實我哋睇我哋咧因為從嘅食品裡邊加一些的話，其實嘛係對我哋健康嘛quite好。今日我感謝我哋鳳梨婦人來到嚟現場同我哋分享很多鳳梨嘅一種好嘅地方，還有營養嘅去處理嘅方法。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健康最重要，運動埋最重要哦。休息一下，大家同我哋先嚟運動運動。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來到好好運動嘅。我此來介紹我王正祥來自於屏東縣長治鄉自己導演屏東分會，我也偏呢係劉先生，我也偏呢係陳先生。今日要介紹呢係四肢臥伸，四肢臥伸呢係訓練我哋呢手腳協調。我哋呢手腳同乜手神經呢循環過後，更加來同觀眾朋友做一個示範。首先呢，我哋面下來，
面下來呢，我哋呢數平好嚟，我哋呢同我哋呢兩隻腳同兩隻手翹放起來，腳趾呢要打平嚟，唔可以按嚟，又唔可以按嚟嚇。我哋呢手棍打出來，手帕掌呢扭放起來，我哋呢腳呢嘛扭放嚟。睇下我哋做呢係訓練我哋呢手腳嘅協調，我哋呢手腳嘅協調呢係好呢。我哋做嘛嘅都個練法，睇下呢，我哋對我哋呢做腳嚇，手放嚟同做手腳放起來。再過來，我哋呢做腳踢出去，我哋呢右腳下來，觀眾朋友注意一點哦。在下來時間，我哋一隻腳踢出去，一隻手上，係同手同腳啲嘅做，同手同腳啲嘅做，我哋一個係一種嘅動作。一種嘅動作係訓練我哋呢手腳嘅協調有個好冇，我哋手腳有時間我哋呢手腳會冇平衡，都冇協調會冇共樣，也係我哋體育師嘅安尼做。再過來呢，我體育師嘅做法呢，係兩隻腳共樣傳出來，我哋眼神這一片，我哋呢右腳翹放起來，左腳傳出來。傳出來注意我哋呢腳把掌，我哋呢腳唔可以按呢哦，數碼唔可以按呢，我哋呢腳要打平來，腳平打平來，係訓練我哋腳盤呢敏感度。所以在做嘅時間，我哋再過來左右都要做到來。兩片呢，我哋做嘅時間，我哋兩片。都要做我哋先右片做起來呢，我哋一定都再嚟做左片。也係訓練嘛嘅，係訓練我哋嘅末梢神經，同我哋嘅左右腦有平衡嘛。也係第二種，第三種呢係腳一腳，手一卡，手把手一卡，眼神打直來，腳一腳放起來，手一腳放來，也係訓練我哋嘅左右腦，有左片都要有右片。我哋左右循環一個好，所以我哋做時間我哋要注意哦，我哋嘅腳。打直的時間，眼神打直的腳唔可以按呢。有的人呢，觀眾朋友會講我打直，我眼神都按呢樣方嚟。其實係手下呢，手棍下呢，按呢冇訓練到我哋呢手棍有曲行起來嘛，我哋呢手棍要曲行起來啊。再過來呢，我哋兩片舌頭。我哋所做嘅時間呢，要注意事項。我哋第一按嚟拗時間，注意事項講，我哋卡嘅時間，我哋腳要按嚟卡嘛，如果你腳冇法度卡，會變係呢，手變係呢，變係我哋呢左右腦冇法度協調，左右腦也需要平衡，我哋呢左右腦，我哋呢腳會按嚟，也注意就按嚟嘛唔怕，反正我哋呢手腳係訓練我哋呢腳趾，對腳放起來，手把掌。手指卡放起來，所以也係訓練我哋呢左右有平衡嘛。左右平衡呢，我哋呢眼神呢左右腦會幫我哋嘅眼神呢協調會較好。也係第三種，再過來有種呢係我哋向樣腳放起來時間訓練我哋嘅頸肩骨可以訓練，也係頸肩抬放起來腳卡，也係個高難度嘅做法。高難度嘅做法係訓練我哋嘅眼神左右腦有左右腦協調。左右腦平衡呢，我哋做乜嘅動作都會有個好一些，循環會個好。
观众朋友啊来做示范讲，唔得要注意的事项。注意的事项呢，系注意讲啊，我哋呢两只脚压向以来，从树压向以来时间，我哋呢踝关节有变平冇，我哋呢树根有打张冇，我哋第腰的时间要注意动作，我哋按呢沉下来的时间，这一片的时间，我哋有压对我哋呢压缩我哋呢腰骨冇。我哋呢壓縮我哋呢腰骨，也係注意下，我哋呢腳呢唔好變喺啲天內下，變喺啲天內下呢，我哋呢眼神呢會變廢走，眼神廢走啊，幫我哋呢骨頭同肌肉無法度變數，因為我哋人骨頭會磨平，所以我哋按嚟做嘅時間要注意事項講啊，我哋呢腳唔好跌喺天內，18年放以來，太空呢唔好離天內。安尼呢，表下嚟訓練我哋嘅肌肉，我哋嘅肌肉訓練好，我哋左右平衡，那會個順勢。也係注意嘅事項吼，觀眾朋友注意過後呢，我注意咗呢，我哋腳卡嘅時間同我哋嘅手卡嘅時間都講啊，我哋嘅腳趾腳，有人腳趾腳冇下土按嚟去腳。因為我們講我哋腳盤、圖書盤都歸到細骨頭嘅，細骨頭係訓練我哋嘅腳趾連法，我哋嘅腳趾連法喺我哋腳腔嚟，所以我哋按嚟卡嘅時間呢，這一片卡嘅時間要注意唔好按嚟呢會糾結，因為我按嚟唔係我哋人生嘅原理所講嚇，我哋腳趾卡腔嚟，手指卡腔嚟，也係一個正常嚇訓練我哋嘅肌肉。講我哋嘅腳一級一級嘅腳筋同腳骨頭，所以訓練我哋嘅腳趾神經，幫我哋muscle神經循環更好一些。也係聽一種嘅示範。再過來我哋呢有一種嘅示範講啊，訓練我哋嘅頸肩骨，訓練我哋嘅頸肩骨哪方面來？幫我哋呢頸肩骨呢，個順個好一些，個循環個好一些。我哋呢頸肩骨嘛，個有人講頸動脈、頸靜脈，又係都係對一隻一對個。我哋呢肌肉係好呢，我哋呢循環也會個好一些。循環好對我哋呢左右腦有一個幫助。左右腦幫助呢，我哋做乜嘅事情呢？個唔會點點打脫。好，觀眾朋友也係所做示範咩？而家呢，觀眾朋友我哋調整一下眼神，嚟做一個連貫動作、連續嘅動作來同觀眾朋友看。觀眾朋友聽我哋嚟做哦。連續嘅動作都講啊，睇下我哋嘅手腳，同手同腳翹下來，又係睇一下，睇一下呢，喺我哋嘅腳順向嚟，手卡向起來。第三下呢，喺我哋嘅頸肩拿向起來，又係第三下，觀眾朋友要聽我哋做哦。觀眾朋友，時間過加高，初當我介紹呢係四肢臥伸，四肢臥伸呢係我哋muscle神經嘅訓練同左右腦嘅平衡，所以希望觀眾朋友呢聽我哋好好來運動，下一次拿來了。